那我们这次在这个东桥重划区首次来引进53席的智慧停车柱，另外也因应地方社区的要求，5个大社区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沿路呢来设置5支的智慧充电柱那我想台南市是这个发展智慧停车最快速，而且范围最大，而且营运的时间最久的城市。那我们也在第2期呢，扩充我们智慧停车柱的功能，加上智慧充电桩，对于这个社区的居民，能够利用充电的时候来顺便补电，然后解决他们的里程焦虑，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也会陆陆续续在这个东桥重划区来扩大建置智慧停车柱以及相关的充电柱的效果。那希望可以解决民众停车跟充电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提升。目前我们永康区东桥里的人口数已经破万了已经来到10500多人那未来这1-2年大概有将近4000户要入住以及新建当中可能未来人口是会来到2万人的那么多那东桥里还有总图，还有大 7， 还有很多的公共建设在我们东桥里，所以我们的观光客。我们在地的人口数都非常多，所以我们急需很多的公共建设的一个需求，包括这个停车位，还有一些充电桩。以我们社区而言，很多住户他必须另外一台车停在外面，或者是停到公共的停车场去，那变成造就于说，其实我如果晚上，大家下班回来，其实路边停车基本上都是满的。我们当初会争取这种电动桩，也是。希望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住户他没有办法在自己的车位装电动桩，我们希望有多一点选择。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访客，因为外地来的，他可能想要充电，他找不到充电，那可能他在这种路边，他就可以充电了，这样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那这边总共有5个智慧充电桩，总共要在深设置53处智慧停车柱。所谓智慧，就真正是全能，就是说停车付费就一次完成，就不用再拿纸本的停车单，又担心被雨淋湿，又担心被自己忘记了造成不必要的罚款。所以呢，我们很快的把这个智慧停车柱跟智慧充电桩结合在一起，也获得了财政部的这个表扬，获得2次的金擘奖。我们非常谢谢议会的支持，感谢台电的支持，因为这边就必须要在大楼盖好了以后，人行道做好了以后，才可以开始设置智慧停车桩。因为如果大楼没盖好，那可能很多管线然后布线，人行道还没有设置，根本就没有办法来这个做智慧停车。因此呢，我们就把这个施作的顺序来在一些重划区已经有人行道的地区，大楼已经盖好的地区，因为大楼盖好才有住户，住户才有这个使用的需求嘛。我想说，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能够让台南市更快速的迈进这个智慧城市的一个目标。也感谢刚刚提到议会跟台电跟交通局同仁，大家一起努力，打造台南成为一个智慧新都。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16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迎接2025年新春佳节，中嘉宽屏伫全台门市举办新春回合活动，邀请中国书法协会书法大师16号来到台南，分别伫三观路甲上主村有线电视的门市写春联，互民众感受年节的气氛。迎接蛇年的来到。中嘉宽屏伫全台门市举办鸿运当头新春回校的活动，16号分别伫台南的三观路甲上主村，邀请到陈鼎才甲杨玉秀2位书法大师现场来写毛笔字，一把一把吉祥如意的春联，嘛互来请讲的民众感受到厚厚的过年气氛。好，马上谢谢，恭喜。祝你快乐哈！还不错，蛮有喜气的，就是还可以回家挂这个春联这样子。我拿到的是什么都好。
代表今年的发生的事情，应该都什么都好，都顺利这样。中嘉宽屏三冠龙上主车总经理陈建春表示，有线电视当年回馈地方绿色族群，提供有线电视免费，还有网络半价优惠。伫每年的1月份是新办的高峰，门市举办春节会后，除了提供民众免费来索取，嘛增添春节的喜气。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常年都提供给我们低收入户收视费免费以及宽频半价的优惠。那1月份呢，刚好都是我们这个申办的高峰啊，所以今天我们双子星三冠王在我们的门市举办了春节挥毫的这个活动，那希望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大师所写的春联呢，那提供给我们低收入户这边免费来使用，那帮大家增添一些喜气。那也非常欢迎我们的低收入户呢，尽快来我们公司这边申办，那我们会提供收视户免费，然后宽频半价的优惠。现场中嘉宽屏三冠龙上主车总经理陈建春嘛带领同仁，提前向着民众来拜年，期待新的一冬什么拢好，继续提供社区更加优质的服务。中嘉集团祝大家新年快乐！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台南市议会为了感谢春节假期有愿爱坚守岗位的军警小人员，拢会举办春节联合慰问活动。过去拢是一一到各单位去慰问，不过今年为着要避免劳师动众，特别邀请军警小各单位到议会做人客，为了感谢因的辛苦。农历春节是台湾重要的节日。伫个民众欢喜过年的时，还佫有一群军警小人员伫咧坚守岗位。因此，台南市议会今年特别邀请这群军警小人员到议会来做客。一方面为了军警小人员的辛苦，同时嘛来颁发慰劳金。春节呢，在我们台湾人的心目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啊。但是呢，我们的国防、警政，甚至我们的消防。我们各位好朋友呢，往往都是在春节里面呢，必须恪守岗位，因为放假的时候是最放松的时候，人民最放松的时候就是你们最紧张的时候哦，所以我想呢，利用在这个春节的前夕，有这个机会邀请大家来议会。那么我们台南市议会的所有议员都非常的关心大家，包括在过去的预算上面，在装备。或者是说你们的需求，或是你们的福利上面，我们台南市议会可以说是不分党派都是竭尽全力的来支持。那我们希望说有各位你们的帮忙，然后我们今天是什么？国泰民安，感谢有您。我们这个主题就特别真的是谢谢大家。议长表示，甲过去无同，以往拢是议会到各单位进行慰问。但因为对方要接待，等到爱劳师动众，因此今年邀请着各单位到议会做客，互更较侪议员嘛用个参与慰劳的活动。今年受赠的单位包括军方、警察，总共24个单位，以及消防所属单位、二消总队，甲着二消救生中队等20个单位，总慰问金超过200万。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伫领受广播电台甲府城之声广播电台号召之下，包括听友等等各界企业拢发挥爱心，特别伫过年前发起寒冬送暖，已经持续20几天。今年26号、17号2天举办，预计帮助9000位低收入户，场面相当的温馨。为了让低收入户好过年，由领受广播电台甲府城之声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寒冬送暖，一做就是20多年。16号上午对9点开始，要领出物资的热势已经排甲热长，嘛互志工无用甲手无停过。不过大家拢欢喜心，无私奉献，因为做人上界快乐。来哦，好啊，有哦，有哦。
每一档伫虎城之声台中知名爱心捐款抛赠音乐，嘛带动侪听友甲企业热情收听。所捐款物资包括上届实用的白米、沙拉油、高丽菜、豆油、鱼酥等等。将办公室到顶仔卡每一个角落拢堆甲满满，嘛互受助民众声声感谢。感谢伊的好心，来对这的弱势这照顾，感谢。心真的很好，每一年都这样子，谢谢，谢谢。这个物资吼，拢是由着阮的听友吼，大家自发性来做爱心，这已经维持吼20多年啊。阮每一年吼，拢会准备差不多1000几份的物资吼，来帮忙着这比较过了较困苦的人。该爱心行动将连续2天交付下计收入户的资格，对上午9点到暗时8点拢会当领，预计帮助上千名。而且今年嘛动员电池信赖台湾之友会，而且还有总统热情的红包祝福，互因伫寒人感受各界温暖甲关怀。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台南麻豆大天府相隔12天举办建造大典，最后一天的普渡活动摆了超过1万多的贡品，而且上届特别的是庙埕2边有使用1800片的乌鱼子来装饰的新娘，甚至阁有价值1600万的鱼翅山，真正非常的气派。来到台南麻豆大天府庙前广场。普渡场面盛大搁隆重，除了定定看到的山星，嘛会当看到侪特殊造型的贡品，亲像是这只红红，是用1200台斤的鱿鱼打造。对，我刚刚发现了，那边还有鱿鱼的房子，对，还有乌鱼子在哪？听说有乌鱼子哦，对，很新奇。另外，还有一尊新娘。顶悬搭满1800片的乌鱼子，价值100多万，做起来相当高工。乌鱼子啊，差不多爱搭了1工，因为伊要一块一块落去炒嘛，伊等48尺，因为伊这是为着要搭配只风啦。不过两风不是上贵的贡品，另外一边工作人员把鱼翅摕出来，搭成一座一座的山，总价值1600万。甲边仔大船好用，有大船入港的意涵。头一个阮就甲做龙龟，过来就是，好像这鱼翅山伊大船入港，对嘛？啊，伊这有一个山嘛，有一个意义嘛，伊大船入港就是满载而归嘛，金银满载。过来后壁你看遐，阁有一只香菇的产词。一路过去，总计有1万多。桌顶有以武松打虎、韩信为意象的装饰，还佫有用香菇摆成的金章钱。信徒除了看工艺，也可以当为当中了解故事。包像跋筊的迄，因为跋筊是韩信发明的嘛，安定军心嘛。哦，安定军心就因为今仔咱咧普渡啊，也一寡无形的。哦，啊无形的话嘛是性质的。啊嘛是咧算作安定因遮迄落，哦，你来今仔来食老咧来创啥？9条基安清照大典，麻豆专区嘛食素15天，用以实体地方记号，庇佑国泰民安。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迎接昨年北区区公所甲凯基玉凤宫举办春联汇合活动，邀请大师级的书法家来写春联，提供给民众。同时，定北学堂的课程成果作品也伫现场展示，有古纸、油画等等，展现出北区积极推动的生活美学。凯基玉凤宫广场即天热闹滚滚，有侪书法家来遮写春仔，互民众早登去厝，也佫有来自外南的吉祥话，喜气洋洋。新台语，跳！
上主要的是北区公所顶北学堂开设的生活美学课程，嘛发表一档内的成果，现场展示稿纸、油画以及手工散文等作品。另外，更颁发好学奖，予高龄84岁学员传统工艺师献上稿纸龙头。在场的中华贵宾。那我们正北学堂1年下来，总共有开班有25个班次，大概有500多人的参与正北学堂的所有课程包括有中国非常传统的一个胡子那书法缠绕画、插花。学堂有一个优质课程，推广北区生活美学。对着传承文化有真大的帮助，也非常感谢玉皇宫每年约赞助有30万的经费来挹注这个正北学堂，希望它能够来传承一个文化的学习中心。希望借着公司部门合作，和更加多市民会当亲自参与，学习无同的技能，丰富个人生活美感。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迎接过年，由安南区老中青三代所联合规划大庙行客大港村落美学展览，除了传达艺术生活化、愈学愈健康的人生以外，嘛要邀请大家1月19号去参加大港庙口学习博览会参观活动，有机会会当摕到限量版的文化年历。这场集合了卷印版画、实物挑战、生活绘画、甲陶艺等社区大校、大港分校6个班级的创作，相当多元，而且每一个作品背后都有意义甲故事，嘛是要传达家己做就是上好的送礼自用。其中今年已经84岁林兴国，就已经学15档，愈学愈健康活力，敢若小学生。另外，透过卷印，学员也免因除了创作伊所信用的服装，嘛穿上家己做的Team Taiwan T 恤加帆布包，感受满满分享的喜乐。刚好在学卷印，那我就把这个板子给做出来。做出来以后，我就印了这个上衣，还有这个袋子。那我的朋友还有亲戚都很喜欢。所以呢，我就帮了100多个朋友亲戚印了一些就是有纪念性的东西，也省了一笔钱。迄个感受你会嘛袂去感觉讲你已经真济岁啊，你已经老啊，都无迄种想法啦。敢若像小学生一直咧成长呢。每一个用来装饰的作品，若是路边无碍实物精致，迄个是要单调的电风挂，运用实物挑染以后，包装起来就不只是美感，更活出环保人生。鼓励我们走进生活当中去，然后去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看似不起眼，但是实际上是可以让你的生活产生很多色彩的东西。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眼睛啊、我们的心啊、五感提出来之后，然后去发现这些美好。这样。看到这场大庙行学大港美学展，老中青三代将艺术美学用于生活创作，嘛，互真高写春联的安南区副区长相当有感触。从创作过程出来，去学到一个艺术美感。公务人员有所谓的第6项的修炼，就是审美观念。为中社区大校大港分校嘛发表记录大港文化节庆甲生活地景的大庙行学年历，邀请大家1月19号来中江庙口参观学习，都有机会得到限量版本。这份年历是以咱大港16寮所有新民咱在地文化节庆。这是农历的年历，我们都写在下面。你看这份年历，你就知道讲，1年当中，你搬来大港，免过一个文化台江，免过一个文化年，都可以参考这一份年历，这会来共学，文明已见。过年期间来到大港文化中心欣赏，嘛鼓励家己学习创作，相信新的一档有满满的收获。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今日去巷仔内，伫个仁爱区三溪车站头前有一间素食仔店。虽然店面无大，却是受到好评，有人情味的温暖素食仔，甚至去引真侪外地游客。咱做伙来听看这间社区小店的温暖故事。
这叫综合寿司。综合寿司这样子，所以综合寿司的意思就是说，是两种都吃得到。我一天在做偌济？一天哦，对，过了10条嘛。我过了10条哦。所以说，这个偏僻的地方，你做这个怎么可以？对啊。但是我很有信心的。仁爱市场那边30几年，30年。仁爱市场那边30几年。人家订的外汇的，或是餐厅的。早上才9点多，就有老顾客一直上门来跟老板买寿司。这些顾客都有30多年的情谊，因为爱吃他们家的寿司，不论店搬到哪里，顾客就跟到哪里。啊，有加贵吧？老顾客介意吃这个烤味？当然啦，没有的话怎么会一直来呢？寿司觉得怎么样？对啊，袂歹啊，这真好啊，我定来这对吧？对老顾客从市场来这边买，我们开到哪里，他就来跟到哪里，这样子。所以里面真的是良心，所以很感动啊，对不对？所以你很感谢他们这么照顾啊，也不会。没有他们的照顾哦，也不会有我们。画面上是老板跟老板娘，但是这店面却是小老板找到的。老板的儿子原本在台北工作，每天花3个多小时通勤，身心疲累。再加上看到爸爸每天要爬住家3层楼搬食材，所以毅然决然回基隆创业，在住家附近的巷弄开了这家寿司小店。店面虽然不大，但却更加凝聚家人间的情感。对啊，因为台北工作时间很长，对，所以呢也叫他回来继承我的这个工作很难得啦，就是说要有人传承下去。这条小路上真的是很不起眼，我这边住了快30年，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这里有一家店，因为很多年这个铁门关着，就是很旧很脏了。然后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说，他回来基隆开店，然后已经找好了，然后晚上他带我下来看，我说那整条路黑漆漆的，有什么店可以做什么？结果铁门一打开，他把这些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我真的是很惊讶，说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然后回来基隆开一间店，离家很近。自己做一间小店，然后可以陪爸爸妈妈。以前家里的寿司料啊，都在3楼，我们从家里做出去，外面的摊子做。然后爸爸年纪也大了，所以我们就想说，在这边1楼做一个，可能做仓库，或是做个厨房这样，然后卖一点寿司，然后做一点我们自己研发的料理这样，然后让爸爸妈妈也不要那么辛苦，因为爸爸现在脚也不好，对啊，就不用寿司的料就还要搬回家，把这个工作传承下去。觉得他做的怎么样？我觉得他很乖啊，他很乖，很认真，对，他学习能力很好，对。有啊，他这样真的是离家很近，真的，对啊，省掉很多时间，真的之前在台北这样工作了3年多，真的浪费生命，每天浪费3个多小时哦，通车，对啊，真的，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辛苦，有时候他们下班已经10点多下班，然后回来有时候真的每天就是上班睡觉，眼睛一睁开来就是要赶火车，对，真的很辛苦，然后自己这样开业，真的又可以跟家人真的很亲近，对啊，以前常常很少看到他，回来就是睡觉，然后早上起来我们去上班也没有看到他。做美食是良心事业，老板也很为顾客着想，像是素食寿司的规划，就是方便顾客的特殊需求。小老板也很有爱心，针对一些银发族，还会帮长辈送到家里面去。一开始想法是在外面吃素食的人很多，但是通常普遍的单价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想要做一个平价，然后吃素的人也可以享用到的餐点。所以我们的 logo 有素食友善餐厅，对啊，我们素食餐点也买很多人点。然后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区域长者会偏多，所以他会习惯说，打电话跟我们订，我们帮他送到
家里，他们2个长者就是夫妻都行动都不便，然后有时候可能他们住在里面一点，我还会载他们回去。对啊，因为他们这样走路走回去就要很久。我想说，如果他们在这边要回去，我就会顺路送他们上去，然后中午的话帮他们送午餐，因为他们小孩可能都去台北工作，或是久久才回来一次，所以变成有点一半是社区关怀这样，对啊。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工作，彼此照顾。青年回乡工作，让爸爸不用太累，爸爸多年的好手艺也能够传承下来。在地工作，温暖又幸福。几位特定的哦，他们熟客常常早上来就是，老板锅烧面，他甚至他进来不用讲，我们就知道他就是要锅烧面、生鱼片，对啊。就是你喜欢吃锅烧面，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鲑鱼炒饭。大概1-2个礼拜吧，有时候1个月会来一次啦，都不一定，有空就会来。然后他现在回来这边的话，我们每天我也可以来这边，就像我们自己的家一样，真的很开心，对啊。然后又带动很多，像这边也很多那个国外的观光客，你真的想不到，很多有的对啊，有那种背包客，然后也有人对他们就 Google 自己过来，之前有香港啊、泰国啊、新加坡的啊，还有很多登山客。这家寿司店也获得基隆市政府举办寿司比赛的奖项，备受专业肯定。欢迎民众有空来品尝传承了30多年技艺的美味寿司。除了看到在地青年回乡的努力，还有一家人共同打拼的温馨画面，这就是在地幸福生活的最好写照。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感谢你收看1月1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捐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诈骗集团，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我是怎么骗你们的钱呐。高佩佩，你涉及的洗钱案，必须先把账户的钱交给我们监管，赶快把钱汇进来。假装拉力撒撒娇啊！买完游戏点数用赖传给我，我们就可以见面喽。是不是很容易啊？其实我还有一个绝招哦。那请您用自动提款机来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这样才不会连续12期被扣款哦。钱如在，你被我骗过了吗？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的钱，不，是关心您呐。